好，安尼咱就开始要进行头一个部分。等下要邀请的是咱的傅敏，傅敏是伫清大大学部毕业了后去师大，即马目前是伫台湾师大台湾语文学系系数班，伊是高坑的乡亲，伊之前是有参与一个叫做18 ASMR 的跋筊雕读的作品。伊等下就是要为咱来介绍什么是大人的 ASMR 的物件。甲时间就交互富美，我实在毋知要来介绍。来，请开始。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富美。我重点毋是我啊，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敢捌听过一种物件叫做 ASMR？ 捌听过无？赛车，无问题。捌。是结果才8点。大家毋捌听过 ASMR？ 啊不，有人知影，有人知影。有人知影吼，有听过。真赞。其实吼，这个 ASMR 伊的全部的名，伊其实是一个叫做颅内高潮的物啊，就是讲你的发壳内底，你用迄个耳机有无？你听一寡声，你会有亲像感觉性高潮共款的感觉。这个物啊，伊的实际迄个机制个毋是讲介清楚，毋过都是即马有诚侪人会做即个影片，比如讲迄落摕一块地壳有无？伫遐咧动，伫遐咧扫，就有一种声，你用迄个耳机听落，你就规身躯就安尼麻足爽诶，就是像即种都嘛有人按这去进一步去甲发展，就是讲甲伊发展做有一个人就伫你诶耳孔边啊，足好咧讲话讲一寡算讲是嚣话，还是讲什么种话搁增加一寡迄落音效，就是讲去甲创了足成功，你甲伊诶身体部位有一寡咧接触诶迄落感觉，就参像即种诶。即种作品是为日本开始有人咧做诶。当然，因为大家拢知影日本人真正是压力大诶。即马即个物仔吼，嘛开始有人咧做华语诶。华语诶，就是讲台湾即马有一寡人咧做，像咱即边要来介绍诶，就是即个韩多路社伊诶咱诶头家就是丰田先生，伊就是迄个韩多路社台湾组诶组长，伊原底讲伊算讲是迄个中文组诶组长，毋过伊想毋对呢，伊想要做一个台语诶作品，尾后伊就转规个变做台湾组，嘛毋是台语组啦，就是台湾组诶组长安尼。丰田，你要甲大家小酒问者无？大家好，我是丰田，我是叫我电话就好啊。我是即届写台本教室我伫讲啥？我是即摆别紧张，别紧张。好，我冷静一下。好，少年的安娜。我是即摆。无啦，我是即摆跋筊调度的台本书甲导演请大家小问者，好，感谢。好，服务完了。我个人伫即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开始是6月的时阵，我接到即个通知我就想讲这真正毋捌有人做过，会当讲是全世界，阮是头一个做即个物仔都决定讲，就是要来好好来做安尼。尾啊，就是迄个丰田伊有摕一个迄个台本，就是剧本啦，就是剧本互我看我看了吼，我就感觉讲其实爱先甲肯定，就是讲伊用台文去写这个物仔，这是一种真勇敢、真了不起的试验嘛，会当安尼讲嘛真正，因为真正是就是大家无一定知影讲，安怎讲，就是讲，比如讲咱即马少年
甲人谈恋爱，甲人相识，就是撒炮啦，大家无一定了解讲哦即马爱用台语啊，才会当安怎来做这个代志。算讲这嘛是阮去考察去研究的一个部分安尼。比如讲无共款的动作，无共款的笑话，安怎来表达？这部分绝对伫内底有非常侪的迄个词，迄个讲法，会当互大家听安尼。好另外一个要介绍的，就是阮这边的这个作品有一个迄个配音的老师，就是伊本地就是咧做配音这方面是专业的安尼。算讲，这边甲伊合作就是伊看台本阮是拢写台文哦，伊家己小看有一寡汉字，就是讲伊嘛无特别去学无特别去学汉字安怎看呢？伊就大部分拢会当读出来。算讲伊是对这种细汉捌讲过台语佫有这种理解的人来讲，其实这嘛无讲真困难这部分。是讲因为迄个女主角的迄个角色有一个设定，就是讲伊是台中丰原人。这部分，过音，我对过音的理解是你去听人配音的物你去经讲有啥物部分爱改，有啥物问题安尼？我的理解是安尼。慢些，歹势，我是先拍一先留离遐，你莫因为我就煞停咧，你先继续。无紧啊，咱就 free 的，真诶。好，然后我是讲，因为迄主角是你，然后我想讲莫影响到你的流。无，主角是大家，大家拢是主角。好啦。嘿，算讲你对过音这个词的理解是啥物？因为我之前无听过这字啦，我是听迄落朱凤医师咧用的时阵，伊是那就用伫迄落，就头我讲的安尼，就是华语的。那是对着迄个华语艺术配音安尼啦。我是讲我会去，我想我听着这个物件，想讲就我小可讲一下安尼尔啦。对。我之前听过的过音是讲迄个新闻媒体因可能记者去访问物件，过转来了后，因记者家己配音配后壁迄个就是旁白艺术，迄个过程叫做过音。我听着。人的过音是这个意思哦。嘿。安尼是。算讲一个新闻的迄个安怎讲？资料画面。嘿，对，有资料画面，伊家录一个配音，录一个口白安尼。嘿，对。这安尼好多过音哦，让我了解。好我对过音嘛是像阿东共款的理解的，所以我毋知因什么意思。因为我个人捌做过过音的工课啊，所以讲我嘛毋知影这部分是啥物。既然恁有解说了，安尼大家就了解，安尼真好。好，继续来讲吼，就是阮这边这个配音的老师叫做依成依婷，应该是安尼念，无毋对。安尼，依婷，你敢要甲大家小酒问者？大家好。大家好，这就是负责大小姐的声音的迄位老师。就是你的声哦。哎呀，无怪我这熟的呢。你讲着。迄笑声。你的笑声嘛，这熟的呢。无啦。大家已经叫我干嘛就好啊。我嘛会使叫伊干嘛？因为伊还未想到一个台语的称呼啊，安尼算讲叫伊干嘛呢？安尼较方便啦。好，真好。算讲这边伫咧迄个配音咧录音的时阵，我就是伫边仔听伊讲话。为正常的讲话到
到迄个咧小赛迄种表演的部分，我拢会坐伫遐听。啊，伫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爱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冷静。甲伊讲，你即摆啥物所在？啥物倒一个字，倒一个词吼？你读了，若毋是读毋着，就是无读了，亲像迄个真正台中方圆人会讲的方式，即种。比如讲，我来讲举一个例，因为台中方圆因有一个台语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不止一个啦，毋若一个尔，就是讲足济啊。这个特色内底有包括啥物讲日头的念做语字头，日规语，就是讲你袂讲你是第二名，嘛袂讲你是第二名，你会讲你是第二名。你嘛袂讲写字写字，你袂讲写字甲写字，你会讲写字安尼，会变做一个 G 的音，就是迄个台语的语，迄个语的迄个感觉。这是方圆腔的一个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方圆人讲的迄个第八调，第八调一般来讲，伊若是本调，一般是，就是甲第四调听起来足像的，就是一般咱咧俗称，一般人咧讲的4/8不分，4/8不分，就是讲你的迄个入声吼，你两个入声的入声调，拢是听起来共款。毋过嘛有伫个别的状况的时阵是，因为入调第八调会有小可扭长的情形，比如讲好吃可能就会讲好食安尼。无要紧，我迄阵我嘛无安尼讲甲你听有。我迄阵阮咧录音的时阵，我是甲伊讲安怎念啊。甚至讲，我可能会念一遍互伊听，就是讲，我即马要甲伊讲，不可以讲好吃，袂使讲好食，因为这是下港腔啊，这是毋是下港腔是好食，喙唇爱袂用圆的，好食，这是下港腔啊。若是要讲了，亲像台中人都爱讲好食，也是讲好食安尼。小可扭长，还是讲无扭长，拢真好安尼。好，算讲我家己观察到的部分是，迄落对台语这个语言的偏见，就是讲，有一寡代志，大家感觉用华语用做，用台语就不用做，所以讲因一看到，就会感觉有一种反抗的感觉，就是因感觉讲哦，这听落就安怎讲，就硬摇尴尬啦。这种我认为就是因真正无法度用因家己的迄落身体去感受台语的美好，因为若是有法度，就像我个人共款，因为我个人嘛是真介意这个作品，安尼。好那呢，迄个偏见甲歧视的部分，咱会当后壁再来豆讨论即马是毋是先甲时间交互红莲甲干嘛？好，我先来讲好。毋知大家敢知影，就是台语的乳胶甲猪胶，就是小菜迄个爱安怎讲？大家拢毋知是无？因为这两个我都捌经过，我查无清楚。我讲，大家刚知影，就是华语的乳胶，就是用你要去客人教迄个词，用台语安怎讲？大家刚知影？大家当想看卖。对。毋知吼，因为这两个词伫台语内底是无的，是咱即届发明的。嘛有真侪物件，亲像肛交，也是同性恋啥物，台语拢无即款词。肛交，迄个同性恋是弄卡。哦。弄卡嘛有一种是咧，嘛有一种话是咧讲，迄个查甫看起来就是娘腔的感觉诶，迄是讲阿官。就是嘛是有这个事啦。无，你继续。
哦，无啊，就是即款厝，就是家己内底即马就是无啊。咱就想，毋是阮就想讲，就是啊，若是后摆咱去甲别人相干的时阵，也是咱后生去甲别人相干的时阵啊，若是无即款的厝，啊，毋是撒泡时阵，毋是就少无聊的，就是拢无家己的话会使讲啊。所以咱即摆就是想要想一款新的家己的话，就是互咱后摆撒泡的时阵，也是咱后生去干别人，也是互别人干的时阵会使讲安尼对。对啊，就是做即个作品，就是想要安尼啦。无偌厉害，无偌高啊，对吧？你甲大家介绍一下乳胶要安怎讲无？咱是讲啥？乳磷挂包是无？嘿，就是有一段是讲迄个，你是毋是想要泡牛奶挂包？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你是毋是想要我用我的奶啊夹你的蓝胶的意思？安尼，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啥物？踏懒觉啊，踏懒觉就是因为口打交蓝胶啊，打懒觉，打懒觉，因因为口交是素懒觉嘛，诶对啊。因为嘛有人较好即味啦，就是讲用骹去打蓝胶的这种生活嘛是有。安尼，红莲，你感觉有其他的想法想要分享？无呢，啊，请大家，我毋知影讲啥，歹势啊，我非常感谢老啦。你嘛会当互大家了解你的背景啊，所以虽然讲你可能无想要分享。无啦，我无啥物背景啦，无啦，我真正是台中石河帮的啦，莫来台中吼。台中石河帮，大家讲啥？台中石河帮。毋知。阮会做迄个，就是迄个大小姐伊的因兜是台中的湖道，啊，算讲迄号做台中方圆石河帮，就是台中所教的这个虚构的迄个一个湖道的名啦，诶团体的名，这个石河帮，诶。这一个石头的石啊，石好啊，就是山麻啦。山鸟石好帮好。了解吼。哦，啊，迄落阮即边嘛过来嘛有拍算要做石好帮的衫，大家若是有介意的，嘛会当来加入阮石好帮安尼。啊，嘛会去参加迄个11月迄个成人动漫展，就是讲大人的迄个动画甲漫画安怎讲？漫画的迄个一个展览安尼，啊，阮会有一个单位安尼，哦，好，安尼风铃的部分，若是你有继续要和大家开讲，你就随开麦克，千万毋通迄落安怎讲避暑啦，感觉讲歹势啦，因为遮对大家来讲，你是咱的英雄，安尼好无？无啦，无遐尔高啦，就无路拜托你是通乌丢头一个写这个名出来的人咧，拜托的，咱啥啦？毋免感觉你足够的呢，对无？安尼我想要问红莲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要问讲，你写迄落剧本的时阵，就是迄个过程，还佫有讲你的，就是你的想法啦，还是啥物，拢是为倒位来的？嘛无诶，就是想到啥物就写啥物啊！就是写到第2回的所在时阵，我就毋知影爱写啥物，我就坐车去台中丰原，我就去迄边耍，啊耍了就知影爱写啥物啦，就啥物。伊个真正走去丰原，有实地考察啦。实地考察。我想要问讲，是安怎会有泡面？
歹势你讲啥我无听着。我讲，因为你讲啥有泡面的部分啊？嘿嘿嘿，为啥有啥？因为就是伫我细汉时阵，我阿嬷兜着要做一泡面啊，伊咧时代拢会想讲啊，旧的先食啦，啊食了着新的着变做过气的啦，所以就会有过气，我咧讲啥？过期一个月泡，过期歹势，过期一个月泡面，已经歹去啊，对啊。算讲你嘛是自细汉就食过期的泡面，啊嘛才想着这个剧情就对啊。对啊，还有过期的饼，啥物旺仙贝啊，啥物拢过期，毋知这时代就想要就爱买迄款，我毋知对。其实是安尼呢，因为真侪物啊，其实过期2、3工、3、4工嘛袂讲安怎。迄泡面过期一个月嘛袂安怎。阮兜嘛是自细汉就无啥咧看迄个泡面，也是饼头顶印的迄个月日啊，嘛无啥咧看，就是食看卖啊，看有臭酸无，看有嗨无，若无嗨就垃圾食垃圾大。差不多这个感觉，算讲这个泡面的部分嘛是有该这种感觉表现出来，会款哦。而且泡面是台湾人发明的，毋知大家敢知影？泡面是台湾发明。对。其实无特别讲，毋是有人讲是日本，嘛有人讲日本人。毋是台湾人吗？也是我记唔对。对，感觉讲是台湾人。好，安尼感觉我看你做啥物分享的，是毋是换你？换你甲大家分享，换你甲大家分享你的伫这个做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你有啥物感觉？有啥物感觉？啊，着工课拜托诶，你伫迄个群组内底，你讲足侪感想诶，你即马拢安尼无爱分享，安尼真无好意思诶。我有讲足侪感想哦，我敢若无讲啦，我都是，比如讲有真侪迄个台语诶字词诶讲法是你毋捌听过诶，你一部分你敢讲会记？是啦，啊，着亲像讲，哪会安尼啉甲巴西啊？即款物件着较无靠，为说大讲阿嬷嘛无讲，阿母嘛袂讲啊。巴甲喏。你大概是讲马西还是马西？马西。马西。我倒是马西。我是马西。我嘛是诶。安尼巴甲喏，迄人绝对是中部人，绝对是中部所在。真可能，嘛有可能是家己啦。我会记敢若有捌听人讲，迄个人是家己诶。我迄阵仔佫有看感觉分享者，就是你毋是有写一篇文章，写讲有真侪迄个台语的讲法，拢是无家己本来知影的无共款。着亲像讲阮兜，遐拢会讲阮兜，嘿，像即种。你拢甲我讲爱讲两个，我就想爱讲两个，你甲讲两个，哦哟。我爱讲。哦哟。这部分是因为中部的江腔真正有这个音，毋过这个音伫中部的江腔来讲嘛算讲是真正要无去。就喊你听的啦。你即马若真正要听着，你反正你爱去甲迄个南投，算讲来讲嘛去庄卡来听阮婆婆讲话，就听有啊。嘿，你都会听着这个讲法。我埔甲遐个拢无共啊，所以咧配的时阵就较麻烦，有足侪物件爱学的，学到后来我就想讲，我袂晓讲台语啊，是啊，我袂晓讲台语啊，我是笨手。了解。还有迄个头拄仔讲着
智慧，请讲。会歹势塞错者，我想讲，无，我想讲啊，既然大家拢咧开讲啊，我想讲，无啦，我问一个问题好啊。啊，欢迎啊。好你咧写剧本的时阵，迄个恁伫迄落，迄校话内底用着遐个词，啊，你咧翻译的时阵有啥物考验？还是你用去迄落议论讲去骹手间，还是迄落第一店去啊调查一下是啥？敢有调整，敢有即个过程？这应该是我爱讲的，就是因为迄阵啊，咧改迄个剧本的时阵，我有去看到伊原底，因为迄个方莲伊原底有真侪物啊，伊是想要用台语表达，啊，毋过伊毋知安怎表达，伊尾也是有用华文甲我解说讲，伊到底想要讲啥物物件啊？遐个物件我大部分拢是先去找字典看有无，啊，若是无啦，阮就真正爱家己想一个讲法出来。安尼是。嘿，就是有真侪哦，就是迄个作品啊吼，你若是甲注文落来，你会看到内底有一个词表，就是即个作品内底有啥物词、啥物讲法是阮考虑了决定要用的。你会当看到阮迄个考虑的过程，算讲你注文毋是干听这个作品尔，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嘛会当参与着阮咧想讲这个剧本的内容到底爱安怎用台语来表达的这个过程，嘛是会当，互你有一种敢若有咧参与的感觉。安尼是。我后一个问题要问迄个配音的迄个感觉小姐。我想问者你知影你看到这剧本的时阵，你是你咧配的时阵，敢会讲歹势还是啥？是袂啦，因为平常时阵嘛，拢是咧配即寡物件，我就想讲即个就是工课，所以就无要紧，大家欢喜就好。好，大家起笑就是我的欢喜啊！所以你平常时工课就是做即道迄个配音的安尼是就。系啊，因为是做配音的人，所以我想讲，啥物款的工课拢莫紧啦。你在迄个配音的作品有啥物？最近较有名的是《怠惰的怪兽公主不上班》，就是游戏，就较侪是游戏，有一寡嘛是广告，啊，搁有有声书、卡通啥款的。感觉几岁人啊？就是你的声音看起来真少年。有声，有啊声。无啦，我即摆拢已经26岁啊。26岁讲话安尼嘛是足好诶，就是足适合诶，互查甫听赞。无嘛因听起来较大汉啊。我们这边用大家已经要搏斗了。开始用声要开始声咯。嘛因较细汉无要紧啊，我嘛因安尼讲话啊。你搁看，你会当超过35岁的声试看觅？超过35岁，就用安尼甲你讲话啊，阿孙啊，敢有要好好食饭。35岁无安尼啊，35岁还袂做阿嬷呢。会使啦，较早生就有啦。少年妈啦，少年妈。对啦，少年妈啦。我会做阿嬷。可以啊。好，感谢你的分享哦。我是问较者啊。我其实我个人有一个足想要问感觉的代志。就是，那阵你迄阵啊吼，一个看到头一面看到迄个台语的迄个剧本的时阵，迄字顶头安尼写，你有啥物感觉？无啊，因为平常时阵拢会看，迄个要安怎讲？歌词。歌词。我平常时阵咧看的时阵，拢写做迄款，所以我想讲，
啊，毋就是字有啥物好紧诶？哦，敢若嘛无啥物感觉。算讲可能对感冒来讲，因为其实阮一般咧看台语的迄个用字的时阵，有几啊种，就是 typical 的类型啊。就比如讲，若是迄落一般台语的流行歌曲，迄落用字一般咱是会讲叫做因是，就是手写，就是讲书写。比如讲我唔愿意，伊迄个唔，伊就会甲写做一个不，就是不要的不，像即种啊，嘛迄落，若是讲卖做啥物代志，卖安怎，即种的伊会甲写一个头顶一个不，下底一个用安尼。哦，就是饭啊，就是这是卖的俗写法啊。毋过即马吼，咧卖咱是写做迄个莫，就是莫名的莫，若是嘛有人甲写做就是口字边，搁一个卖啊。毋过我其实感觉迄算花生文的，因为一般咱咧讲的花生文是讲，咱为汉字的华语的音去斗台语嘛对。啊，若是讲卖即字，因为迄个番麦仔的麦就是贩卖嘛，啊，迄个番麦仔的麦，迄麦迄字，伊是台语的音是念麦，啊，即字搁再安怎讲？伫台语也袂念做迄个麦对无？算讲伊安尼写，我感觉其实嘛是受着华语去影响着。我无食，我无食早起哦，就是无食早顿的意思。啊，迄字无，伊会另外搁加一个迄个口字边伫边啊。即种的算是俗写法。啊，若是讲即马按照教育部的迄个台文，也是讲，就算毋是教育部啦，嘛，就算讲是迄个台语大词典，一般来讲嘛是用无即字，就是有，就是无另外加迄个口字边安尼，大概是安尼啊，因为对感冒来讲，可能伊看即种俗写法的，也是算讲迄种日本时代的。算讲伊看即种俗写法的物仔，伊会感觉讲嘛是有，就是捌看过的感觉，所以讲伊较袂感觉讲哦，这个剧本伊规拢看无安尼，吼，我是这个意思啊。还有另外一种是迄个日本时代的迄个歌册内底的写法，大家若是想要了解即部分的写法，会当去看一个嘛是咧推赛台文的人，叫做张阿天，张阿天，伊个人有一个卖奖也叫做水台文，伊就是用即种写法咧写，就是照迄个日本时代歌册字。毋过伊嘛有真济写法是伊家己另外搁研究出来，所以讲，若是即种的专家，你都爱找阿天，我甲黄连伫这个作品内底所用的字是真济是我为民风遐学过来的，因为有一寡用字是算讲教育部的迄个用字，阮会感觉讲有一部分是有较迁就华文啦，算讲即种这个内容会放伫阮的迄个思虑表内底，大家拢去参考者，安尼好。嘛因为安尼算讲台文的字幕就字幕字幕尾啊，阮就需要做几若个版本出来。一个是就是阮本身咧用的叫做官方版的汉字。除了这嘛有出教育部的
推荐用字，啊嘛有迄个官方字的部分会到迄个台路做伙，就是会下做伙，大家会用直接安尼看，啊，就会当看迄内底讲的话，啊，对应着倒一个台路的迄个罗马字对应着倒一个汉字安尼。好，大概是安尼。啊，大家若是阁有想要了解的部分，会当问我、问红莲甲干嘛，多谢。好啊，多谢富面的分享。啊，大家敢阁有其他想要问的问题？即摆拢会使问。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恁是安怎来做？就是恁是安怎找着遮个人斗阵来做伙做即个作品的？哦，这个部分红莲应该就有感想。哦，等我一下，这就是头前我就是伫台语社，我想台记社伊迄个社团，社团是安怎讲？社团，歹势，社团啊去找，就是讲我要找台文校队过顺，啊个有校队，就是讲校队 calibration。校队 OK， 啊个有爱找华音主导的人，啊迄个时阵就是富面来华音指导的人，啊迄个时阵就是富面有来，就是听迄个表，啊我就是看了以后就感觉这个人袂歹，啊就找伊。迄阵到底是有偌济人甲你报名？有30多个人来。哇，好多哦！遮多哦！伊迄阵红莲就甲我讲，伊安尼看这35个人的资料，看了，伊感觉干那我再了解伊想要做啥物件，所以伊就经过安尼。对，因为我想起来，就是因为迄个时阵富面就伫备注写伊真想要用台语来开赛车，对，我就感觉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安尼我感觉应该公演，应该是爱啦吼。有，哎呦，嘿啊，算讲因为伊迄阵找迄30外个人内底，应该是除了我，拢无啥知影啥物 ASM 啊。大部分面恁应该拢会解说讲 ASM 啊，甲恁要做迄内容是啥物啊？咱会听起来大家拢迄状况外。我头开始的时阵，我是无讲咱要做 ASM 啊，咱就是我就是讲，我要做一个大人的物件，啊用台语来做，啊我是无讲我要做啥物件，因为我惊讲，对，因为我惊讲我若是讲我要做。对，做台语的 ASM 啊，就有别人会生气做啊，我无想要安尼，我就无讲，我就讲我要做用台语做一个大人的物件，对。哦，你要行你头前。所以迄篇文即摆还伫遐，我即摆敢找会着，我想要去看迄篇文。你想要去朝圣对无？嘿，迄篇文爱找啥物啊？伫倒位找？去台语社是有一个大的，然后有一个小的嘛。我看嘛。朝圣台语有这个。我敢若无看过这篇的。我嘛无看过呢。我等我即马。你讲我毋知就讲大家拢有看到咧。等我一下，随后。迄阵我看到，无要紧，你看我找。迄阵我就看到伊有一个。咧找人啊，要做台语啊，佫写是大人的物件，啊伊嘛无讲是啥物，啊我迄阵伊毋是有一个标记的表单，一单嘿。迄阵毋是有一个单啊，我就去填啊，填了伊就来找我安尼，对我来讲是安尼啦。对我来讲是安尼，啊对红人来讲绝对毋是遮简单的，即部分一定要红人来亲身来甲大家分享者。等下，宝贝吹无啊？有啊，伫遮。
伫丰年咧找时，我想着一项代志，迄经过你敢袂记你伫迄落你诶大门内底有一个人，迄阵啊是有人咧问讲，迄落条话内底迄事啊，因比论讲华语讲诶迄个或者啥闯红灯还是啥物，我就是迄落你伫咧撒炮会用着遐体位诶物。我会记得伫老话，你那像迄篇文内底，迄落有人老话讲啊，就老一寡讲法，你讲我毋知你有印象无？倒一篇文啊，我无印象，我有写过即种文呢。因为我迄阵那就看，是毋是我写诶？啊，反正是你啦，因为我会记讲，因为迄是，好，你继续讲，我来吹。迄落那就是迄落，我毋知，我无确定，就是讲是食早迄个文诶，毋过我会记迄个文是咧问讲迄落台语诶迄落晓话用语安尼啦，那就有人伫下底就开始老话讲迄落男女咧撒炮诶时阵讲着遐体位诶物安尼啦。我会记得那就伫迄老话过来，那就看着你讲安尼连讲阮台东啊台语是要画眉赛车诶时阵咧找伊来安尼是。我会记得进前有邀请富米，想要邀请富米来介绍遮个事啦。以后若是等富米有整理好，咱遮可能一集拢来邀请富米来演讲一下。因为我当时想讲，因为一般。你讲拄头讲我来分享遐事哦。还是一个讲话是对随便讲，因为来讲。刚才讲的就是遐，因为遐用法，阮平常是听无啊，就是聚会人可能较无爱讲这啊。哟，你也乡亲问我这问伊嘛袂使啊。你无就是阵若无人讲，阮就袂晓咯。咱后间来办一场台东啊深夜场。哎呦，12点开始诶。画面赛车。我拄点迄落丰年迄篇文章，我发现我有2赞呢。叫你报报。我袂晓啦。你当然无去做，无去报名。我袂晓啦。